请问台语有一句话讲做“食巴拉放庆记”，啊，若是食油啊会放什么 ？A 放虾米 ，B 放木耳 ，C 放茶米。你有40秒时间。有听过无？听过啊？食巴拉放庆记，庆记，啊放着恁大姊，食油啊放，什么？一个是庆记，放茶米，放茶米我，嘛刚刚放茶米，放茶米，虾什么会米、放木耳、茶米啊？茶米。讲起来较顺。对啊，讲起来较巴拉内底，听起来较顺。无啦，巴拉内底一粒一粒的啊，啊，伊就讲迄是庆记嘛，对啊，是记嘛。啊，那油啊内底油啊内底有啥？嘛是一粒一粒。是。啊，毋过迄一粒一粒是毋是比巴拉搁较大粒？黑米，较大粒的有啥？比庆记，无咧庆记嘛足大粒的。对啊。啊，还是讲食油啊会放乌乌的物件，变无味。哦，迄是肠啊，胃肠出血吧？胃肠无好。相冲的。无，因为茶米的形敢有成？茶米，我感觉另外两个拢是米，咱选一个木耳。哦。迄连起来，敢若较有些有那迄音有小可安尼转一个安尼。放庆记，好不好放木耳。嗯。好，来哦，我跟你共款。好。好，来你的答案是。哎，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，啃木耳对对唔对？唔对？哎，好加在2000尔，2000尔，2000尔。棒是棒。放什么？放什么？放啥？茶米啊，黑米。好啊，茶米是吼，是，哦，是，确定哦。靠咧跑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，放茶米对唔对？哎，啊，你文真正足歹，爱改名，爱改名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，来，老师。这句俗语吼，其实有3部分啦吼。好。是啊，咱讲的头前2部分尔吼，啊，真正嘛后壁有一个放木耳啦吼。伊是食巴拉放庆记，因为巴拉记足甜的吼，啊，所以第一天去便所放出来足甜的，海啸啊。甜敢若像庆记安尼。啊，若食油啊吼，迄油啊米一丝一丝吼，第2天放出来看到那虾米啦。哦。所以是食油啊放虾米。对啊。啊，若食冷饮吼，因为冷饮歹消化，囡仔大无烂。第2天去放出来看到那木耳，所以食冷饮才会放木耳啦。是。啊，所以因答唔对。下去会拉。好，谢谢老师。